大家好，大家搁来听猫咪报道。对。咱顶一集有讲一个石片贵新骑白马走三关，这个新骑白马是歌戏调，大家拢总会晓唱。七里啊！新骑白马，走三关，改换所以过了关，放下西凉，无人管，你可为什么会用？人大家讲这个新骑白马，这条就是这个歌戏的国歌，因为伊台词人人上口，好记嘛。你俩就会晓唱。嘿，就是用咱七里仔的代表歌来唱这条新骑白马，所以会真正流行，就是安尼来。古早咱这个歌戏固定的这个音乐一定爱有七里仔重要，七里仔一定爱，七里仔大马扣条啊，江湖调，江湖调古早毋是有这江湖调，较早有这五空啊，嘿，三空啊还是五空啊？三空啊，三空啊，是个我讲对。做江湖的。叫做三空啊，因为卖药啊，大概拢会唱即个江湖调，所以伊本来是用这三空啊，因为江湖定定伫咧唱卖药啊，拢时常爱用即条歌来做主歌，所以人才甲伊因为江湖调吼，伊叫做唱出来，江湖调。伊唱出来的词会长底句，江湖调较会一直唱，一直读啊，嘿结口就死。对，有人讲，为什么歌戏拢爱安尼唱甲足可怜的？这就爱甲咱的先民有关系。台湾长线过台湾，来到台湾，大家拢是真艰苦，安尼一本机一枝头，拢是安尼都爱种做才有通食。心骨来先占地。嘿。伊就是心情有真正有问，所以伊唱出来，迄个歌，就会安尼足哀怨，甲黑人同款啊！你甲听黑人的歌，你黑人的歌，伊唱出来嘛，就唱甲安尼面忧结结迄种。因的祖先嘛是足艰苦的，拢有被人轻视，所以伊做的歌，伊就是足哀怨、足悲愤的，这是。刻调文化，甲咱的祖先有关系。扣条啊，是较适合着，可比讲丧事啦，啥物话吼，较有悲伤啦，可比扣囝啦，也是讲真正艰苦的吼，伊就会利用扣条来做。扣条啊，即马的戏剧吼，较有变化，嘛用来用迄种。真笑话的迄种扣条啊来唱，也是可以啊。看你安怎甲伊唱法，你莫唱甲安尼足可怜的，伊就会变做快乐的扣条啊。亲像咱做拿豆子也是啊，你伫咧扣伊个灵通。迄就是加线的咧唱，迄嘛用用口调啊。
无一定啦，即马就较活吼，无像咱古早伫戏班哦，一板一眼，一定若是哭调啊，一定就是死囝啦，吼，也是吼讲死爸母啦，伊才有唱一个哭调啊，拢一定苦大咧唱。啊，咱即马无分角色，啊，即个歌戏调有真好听的歌戏调，有一两千条呢，你捌袂完呢？嘿啊，你捌袂完呢？有时啊，亲像讲古早的，你讲爱高调，是安怎有诶？即爱高调，因为就是古早有即个曾变数国语庄、爱国国语庄，伫迄个时阵，作曲家家编出来，啊无名嘛，迄个爱国国语庄唱，伊就甲号做爱国调，伊就讲爱国行到泉州府，吼。双脚跪落现庄司，伊就有唱着爱歌嘛。阮爹有做开心事，还是一样变我亲夫，叫做爱歌调。啊，就安尼好落来，到即马代代相传，拢嘛做爱歌调。伊即个爱国国语中咧做一个曲，这叫做变调啊，变调啊，清风调啦，吼，也是讲，是蒋文楼啦。啊，这种是可爱的如风中哇，迄就是变调啊。啊，这咱歌戏就是讲有下用，伊就家己套真清。即摆普通拢啊，国家剧院咧演出的曲，拢咧经过编曲，袂使咱学着唱。所以爱编腔的人吼，在主理看伊安怎编，咱对安怎唱。啊，就是爱看编腔的人，迄伊的教育啊。咱古早的剧本吼，拢有拼制，有四句，吼。古早的剧本亲像四句联，伊有四句，一定爱有拼制嘛，吼。我船行到北山顶，满山全是猪母奶，也有山势甲刺形。阮一日一定爱挽一趟，有无？拢有拼制嘛，吼。啊，即马咧写剧本的人，他伊无注重拼制，伊写安怎，你都爱照安尼唱。所以咱爱以伊的词去甲伊作曲，吼。啊，你毋是做传统的戏剧，你若亲像。咱闽南书伫咧做的，拢是用传统的剧本，吼，我整理的剧本，拢是固定的词，吼，我要唱什么调拢会用的，会用按图嘛，但七字啊，按口调啊，半讲唱，也是讲七字啊白，我拢会当唱，吼，这就是我自由会当来安排会当唱。即个内行较浅的人，伊袂有法度写句七字一句，七字一句，所以伊就会照伊个，有时啊规10字的，啊要给伊算一句，啊所以做曲的人就伊安尼做编腔，就是讲编做新的歌的意思嘛。啊，为什么？会当用咱原本的变调的来唱，去记的咯。啊，为什么即马猫咪伫咧教学生，阮的教材拢是用咱传统的物件，因为安尼才有法度，互因吸收。你教新的物件吼，迄款因做曲的吼，无突出的用的嘛。啊，咱要教学生，要教互伊倒顺，大马安怎唱才会好听，七字啊安怎唱才会好听，即个基本调爱先家教，这是安尼原理。阮吼今仔讲到遮为止。啊，若无到位吼，后回才过来，才过来破豆互恁听吼。再会。再见。